这是点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人们在爱与慈悲的基础上发展内心和平；斯詹洛桑桑格感谢美国国务卿要求中共释放班禅喇嘛；藏人行政中央拨款3000多万卢比援助受疫情影响的流亡藏人。联合国专家呼吁中共释放西藏人权捍卫者阿亚桑扎。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将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独立调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末5月16号开始为期2天，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官邸，透过网络视讯直播，向全球各国信众传授由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宝闷论》第1品及第4品。同时，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困境，尊者就如何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引发的恐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进行了开示，呼吁人们在爱与慈悲的基础上发展内心的和平，消除外在环境带来的压力。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法会上谈到当今世界面临的困境时强调，所有的众生都是互相依存的，一个人需要依靠社区而生存，这也教会了我们对彼此施以爱与慈悲，是我们人类的本性。同样，就当前全球各国面临的2019新冠病毒疫情危机的问题进行开示时，尊者呼吁全球各国团结一致，以全球70亿人类都属于一个大家庭为出发点，共同为彻底消除疫情而努力。同样，尊者呼吁人类应该本着这一精神，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当前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预计将在今后的20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先生于5月17号第11世班禅喇嘛遭中共强迫失踪25周年当天发表措辞严明的声明，要求中共政府释放并立即公开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麦克·蓬佩奥先生在声明中重申了美国政府对中共正在进行的消除藏人宗教、语言和文化特征运动的关注。蓬佩奥先生还于5月19号在他的推特上推文，重申了对班禅喇嘛失踪25周年的关切，并再次呼吁中共政府透露有关班禅喇嘛的下落，并立即停止对少数族群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扰。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5月19号发表声明，感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生不仅一贯支持西藏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中共当局释放班禅喇嘛，强调这一举措明确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西藏人民坚定不移的支持。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上周5月17号当天，为纪念第11世班禅喇嘛遭中共强迫失踪25周年，组织了一场视讯研讨会和全球同步烛光守夜活动。当天，研讨会邀请了印南扎西伦布寺主持色迦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丹增多杰博士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司政罗萨桑格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强调，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尤其是600万西藏人民，一直期待着有机会拜见他并聆听他的教导。印南扎西伦波寺主持色迦仁波切则指出，中共强迫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的问题，不仅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西藏宗教传统的极大关注。与会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丹增多杰博士谴责了中共政府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和宗教自由的干扰。他指出，中国无视国际人权准则的政策是残酷和冷漠的，而且是彻底失败的行为。
他敦促美国总统和国会对负责强迫少数族群宗教自由，特别是强迫班禅喇嘛失踪的中共官员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国际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提出2个关键点，即国际社会对第11世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问题的回应，以及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指出中共官员撒下弥天大谎，声称班禅喇嘛曾要求从父母身边离开，进而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另外，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本周二5月1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关于第11世班禅喇嘛的提问时称，根登却吉尼玛完成学龄期义务教育后，通过考试进入大学，有了一份工作，并指出，无论是31岁的根登却吉尼玛，还是他的家庭，都不希望目前的正常生活被打扰。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敦促中共当局，如果他们的说法属实，必须向国际社会提供关于班禅喇嘛的下落和健康等详细信息。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新闻部秘书长次旺加布阿日亚也随即反驳中共回应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问题方面漠不关心和冷漠的言论。此外，作为对正义的声援，包括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塞缪尔·布兰贝克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政要，以及美国、欧洲议会、瑞士、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爱沙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苏格兰、斯洛伐克和台湾等国家的议员和非官方团体，以及印度援藏组织，通过发表声明和录制视频等方式，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班禅喇嘛及他的家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并于当天发布视频，纪念班禅喇嘛遭中共劫持失踪25周年。另外，为防止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疫情在流亡藏人社区传播，以及救助受疫情影响的藏人民众，藏人行政中央向印度和尼泊尔境内的藏人社区拨发3300多万卢比。这批援助资金由美国国务院难民与移民局提供。该部门一直以来是南亚流亡藏人社区的长期捐助方。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于近日宣布，将计划向印度各地处于疫情安全区域的流亡藏人毛趁撤销商提供零息贷款。截至目前，藏人行政中央通过2019新冠病毒紧急救济基金，向受影响的藏人民众拨发超过130万卢比的救济金。其中，向116名被困在印度各大城市中迫切需要援助的藏人大学生，以及178名在校贫困学生提供了每人2000卢比的救济金，同时向42名贫困大学生提供了每人5000卢比的救济金。同时，藏人行政中央2019新冠病毒疫情特别防疫小组向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境内藏人社区的2054名藏人和学生发放共计160多万卢比的援助资金。这一援助计划在特别防疫小组的努力下，正在对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境内对流亡藏人社区中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藏人民众进行救助。此外，5名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家于本周二5月19号发表联署声明，对中共非法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西藏安多果洛维权人士阿亚桑扎表示关切。声明要求中共当局撤销对阿亚桑扎的指控，并遵守国际法义务及履行尊重人权的承诺。阿亚桑扎于去年12月6号遭中共果洛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与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人权处工作人员赤列曲吉女士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列会期间，向与会的各国代表提出中共当局对阿亚桑扎的非法指控。接下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面对超过100个国家的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于本周一5月18号同意对其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处理方式进行评估。在本月18号和19号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94个成员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对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进行独立评估。这一决议案经协商获得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决议要求对世卫组织在传播到全球各国的2019新冠病毒疫情所做出的反应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调查，以及审查世卫组织在协调全球卫生危机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对世卫组织的这一决议表示欢迎，并呼吁中国政府应积极配合该决议案的公正、独立的调查，让全球各国对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进行全面了解。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